台湾南方艺术联盟自2008年成立以来，已经有13档，成员的创作水准嘛愈来愈提升，办理过侪场年度主题展以及国际展。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因的精彩创作，台湾南方艺术联盟这次的2022非同凡响联展，目前当伫咧文化中心1楼甲2楼展出当中。南方艺术联盟从08年成立到现在呢，已经10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草创呢，然后现在进入了这种茁壮的一个阶段。看出每一个人在这过程里面的风格的演变啊，所以在展览之间呢，我们都呈现得非常的完整。我们是在台湾写生，然后领悟到西洋绘画对于抽象的这个领域的美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专注艺术性也很整齐表现每一个人的特色不同。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在文化中心1楼、2楼的同时展出。参与这次联展的艺术家有马芳玉、严逢郎、赖美华、陈美云、洪振东、黄明正、黄嫣蓉、陈宽裕、郑福成、雷子玲、郑鸿章、邵英丽、何忠树、李坤德、郭怀生、郭正参、张玉琪、李玉如、郭淑玉、郑碧洲、陈丽英、严文硕等22位来自台湾各地艺术家共同参展。我们南方画友呢，都是拿最大气的作品出来。那我因为作品本身从台北下来，所以我在运作的过程里面，我希望能够很方便，也能够不太麻烦我们南方朋友帮我太多的忙，所以我都用拼接的方式。但是所谓的拼接也是一张画一张画，它自有它的天地存在。那我个人的画作是比较倾向于抽象的部分。所谓抽象，没有什么形体可言，但是是意念存在。我的画这几年都是走抽象的，然后越画越大张。然后这张画是介绍主题叫“我就是画，画就是我”。我把自己全身涂满了颜料，在画布上拓印，然后把我跟画融在一起然后配着音乐舞蹈，这样子在我的画室完成这件作品。2022台湾南方艺术联盟大展非同凡响，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12月19日，欢迎喜爱抽象艺术的朋友踊跃前来参观。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